完美，岳飞原是实在，操当苟且平恶，向我落狱列子，上马劫狂，无下马操军属，欲度恢复中原，奈何三思不作。与公。今番参事你提议，为何特愧非君才？朝廷天启而御夫，你必见而从父，奉子才。心诚意外，团结边防，你心疼儿日记，你家开。完美，三思不作，自有谁？侧人一片气贯满，我有心千里推天才，分完美，苦愿转子愿飞开。与公三门还是言语才，哪怕是谁负从军完美。副官，副官，母亲，伯母，今天你们也早就不在房中，到哪里去了？母亲，玉姑今日一直郁郁寡欢，今早特然约了性子，我们是一起到郊外赏梅去了。哦，上梅去了。伯母，玉姑今天文思泉涌，还写了一首优美的好字呢。副官，你在老帮行贿，也不能昧着纵情山水，弑父前程，这是谁的旨意呀？是孩儿强要完美赏梅前奏，母亲莫要责怪。好了好了，副官，你从高堂兄高升吏部之时，返回故里，便在圣院使用堂设宴，还特地送来宴客请柬。小燕，进去禀报我出少爷，说我们来了。母亲，从高对口请会赛的步步高升，道不动不相为媒，我实是不愿见他。副使，我们陆家想以保佑朝廷为己任，今日之宴正好请崇高将你向朝廷迎见，怎能不见？母亲，崇高，我的好才儿，圣娘在上，请受我一拜。不必因此他礼。来，副官，快来见过崇高。哟，三弟弟妹，绝为了。崇高啊，今日你衣锦还乡，怎叫圣娘刮目相看呐？哦，圣娘，我来迎接一下，哪位是王室宗亲曹氏成他官人？哦，久仰。是，我家武官的仕途前程，还要靠你们多多关照呢。母亲，圣娘放心，
三弟他本是决定聪明之身，倘使他能生死斗士，这锦绣前程嘛，是我们从高至卑都方成莫缺的。这我倒要请教请教，何谓生死斗士？方才我见到题诗一首，其中佳句倒能表达我之心思。不妨您来听听。好，休得孤人是孤国，且将心湖是新杂，诗句称年华。你这一人倒勾起了我的思绪，实在以外美郊外赏美，有心作一首，词中之意便是我落游的生死斗士。好，三公子与郑夫人伉俪唱和，早已传为美谈。今日可非让少夫人当众吟诵一出雅戏。是此清雅者。意外团桥边，切莫看夫子。已是黄昏，托是春，更愁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人群芳妒，零落成泥，年作尘，只有相思故，相思故。妙啊！好字，好字！三公子诗字绝良，郑夫人吟得更好，真是知了必合。孤芳世上终不成他气。是会不遭群主为实现。母亲，儿今日另有要事，恕不奉陪。
小燕，老夫人，多送一束花责人。负罪副同志大老爷派人来了。副官昨日实有要事，莫非就是为此？方才少夫人和三公子都被换去了。什么事啊？听说要将少夫人与三公子带到负罪娘家去呢。你去找负罪来的人打听打听，他们是那边派过来的，还是我们这边叫过来的？是。到负罪去，此般大事，副官怎敢瞒我？我弟弟不愿意请回动饶为官，所以只是万幸。方才宽了死刑，不是已经一口答应了吗？完美。那
那婆母呢？母亲欢欣时刻月儿存在，是家小内根本，所以父母才不愿意为之。啊，倒叫落雨为难呐。玉姑，那你真是不走？月生我子，不得不走。婉梅，你说我是何失我母亲？你们在商量什么事啊？母亲婆母，儿正要去禀明母亲。你们现在翅膀硬了，为事实事话了，还禀告我责任。母亲莫非还为昨日之事生气？母亲，不见忠告使我生气，母亲生气，孩儿败在。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去做。昨日你不去赴宴，忠告十分不快，故而我今日特意为请，小子建议。母亲，神国有旨，还望母亲多多体谅孩儿的处事为人。副官，刚才你还是要向我赔罪呢。母亲，哦，快快有请。哦，副官，从告已到，让他好好为你美化前程。从告，请。见过生娘。从告，副官昨日有要事离开，故而今日特意请你过来一叙。副官，你们兄弟二人就像当年一样，人事品酒，好好叙谈叙谈。请。从高兄，请。请。三弟，你我好久没有一起饮酒了。丞相随身在即，你不妨书生生气，先辞一决。从高兄，只怕我及景公公写了首诗，即刻就有人借我写诗了。且你写。
些什么事啊？移民来往，岳家军，孤父子嘛，易小生，他是今为彭党府流放一筹倾诉生。你，三弟真是才思敏捷，嬉笑怒骂，机场文章，痛快，痛快！来来来，饮酒，饮酒。三弟呀，世上做人最难的就是我们所生。想你三弟固有该之才华，算却无缘施作，这究竟于是何意？于己于何利呀？这就是命，是我们所生的命啊！可世上也有不生命的所生。若与我纵然保国府门，但却恪守妻节，可有人为谋得一官半职，便可颠倒黑白，甚日作父？三弟，三弟，总算你不愿偿命，可我还有一言相劝。骂我若从高复发，说骂群臣想要遭灭门大祸啊！好，我若有谁厚颜救赎，你当兄若从高，以我一起受牢杀头。忠告，你三弟生性倔强，居为狂言，还请你多多包涵。是呀，今天他不是定葬于我，而是辜负了你呀！三弟呀，三弟，你是此夜一过一年天阴时，总有万佛在外拥护公民之法，愧得祖宗啊！好，三弟，这儿我圣旨已经了告辞，忠告，你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打罪忠告，辜负于我，莫非你真想死里之里花前月下，荒废一生吗？母亲，我是孤为心中10万兵，不负了兰死为民啊！伯母，母亲，朝堂一路虽然逼杀，死还独有忠义之人，自动道和相无原因，孩儿不才富有前程。你说到底什么前程？此事关系孩儿一生，当请爹爹一起商议。好，去请你父亲来。遵命。顽固，你留下。伯母，顽固，你是我的亲侄女，又做了我的儿媳，这可是亲上加亲呐！倘万事与丧母，都承伯母垂爱。好，既然你知恩图报，那我倒要看看有关女儿的前程，婆媳是否一条心。儿媳不知伯母何意义？等他们来了再说。夫人，听武官说要去佛镇，好事好事啊！三儿是我家的千里驹，母亲家怀也许非苦心，见于佛州汉府营，千里
亲家思念女儿，你们小夫妻一同去吧，一同去吧。多谢爹爹。慢，否则太远了，不能去。夫人，你要以孩儿前程为重啊！他的前程，我不是早已安排了吗？真杀得儿子离席远非走，谁早因你我二老两并去，从高才儿请你儿体贴生娘算为媒，只要无关十事务不难找，一关关这才行走。母亲，嫔妃生性儿不孝，少长后官放过于，从高娘夫曾相负，孩儿我所生期间，其光安居。我儿从来从中下，愿立高堂为国语，磊落雄伟为伍子，一生清白青丝泪。龙门四代朝天子，莫把丞相视作仇，忠君请效方为首，洁身自好立公后。母亲，我难道叫你去做贪官污吏？王姑，这是你们夫妻俩的事，你也说说啊？顽固，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对。父母为孩儿操心，本无不义之理。那就快快依从呐。这是儿媳有些担心，担心什么？担心如果跟着，实在行罪甚责，他受不了情回压缩，得罪群相，其何不行？要是去福州呢？母亲，福州都有中年之士，皇上恢复后生，可以摆脱秦桧压缩。左一个压缩，右一个压缩，压缩，看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，都只为摆脱我的压缩。母亲，何出此言？我话出有据。此次是谁将武官的事告知福州的？今日又是谁叫福州的人过来接你们的？母亲，去福州投医，全是孩儿的本意。孩儿死都不仁，报国无门，心中郁闷。母亲是明白的呀。夫人，事关我儿前程，你可要三思而行啊！难道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儿子？可有人倒也未不把长辈放在眼里，尽管当着我的面自作自责。方才听奴婢提起此事，我还不信。此时此刻，我不得不信。
我怎能不信？我无法不信。伯母，如果去负罪头爷，定能他有作为。伯母实是担心当晚同去负罪，纵情散碎，与无有故前程，儿媳宁愿忍下。哦，照你所说，分明是我做出不仁不义之事，要活活刺杀你们夫妻。母亲，伯母，此话我是何担待得起？哎呀，夫人，你不要多心。哎，顽固他并非出于私心。我也偏苦心，防止成龙，再三从托忠告为儿谋划前程，顽固他是说实话，写信就负罪，耽误我儿前程的究竟是我，还是他？母亲息怒。完美求父怠慢母亲之意，但必所幸实是陷我两难之境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不许你贪污他！我虽无盲目之言，从来教之于法。自从你进门之后，孤学丈夫，理解母子之情，你那与本地做媳妇的孝道，你的心肠好狠呐！母亲，完美，伯母，你四次宽我，当问我父业一对。你们小夫妻好好听兄，母亲的话便是说的再重，谁也不许顶嘴。我从话还在后面呢，副官不得去负罪，当晚你倒可以为负罪去了。也好也好，免得忧伤和气，让我国官人团亲，求未来一家高高兴兴再团聚。不是团亲，是当晚今生今世再也不许上落家门。夫人，此话可不能这样说的呀！母亲，感到不沾覆水之身呐！孔子家女有7册铭文：不仁父母，孽德在侧；不生儿男，无后在侧；多窥视是非，理清在侧。他7册字条有其上，叫你出去合法合理。母亲，若有之妻，乃是你当家国女亲长，你下不得这股狠心呐！教唆你荒废呀，你远走高飞，干我心头之肉，负你出头之身。我杀不得娘娘，保不得太子，这股狠心，我是下停了。母亲。得罪从高我承担，情悔不当我出头难。母亲不当很完美，承诺聪明千岁万，若欲不为父你暖。你是要妻子，还是要母亲？母亲，你是呀，母亲。妻子还是要母亲？有母侧亲，难上难。
你真夸我是天下最好最好的母亲。现在我就成了天下最坏的母亲。母亲，好，你贴心，我也贴了心。老爷他不出气，我出家。
眼睁睁乱尽风山，真受伤乱尽风山，真受伤儿啊，爹爹，孩儿回国不能尽忠，立身不能尽家，对母不能尽孝，对妻不能尽义，长子难生，诚心同力，才有披发上山一条路了。儿啊，老爷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求求你要拿旨意呀！对，我要拿旨意，我要拿旨意。王姑为吴宽你们从小长大，你在娘家是个好姑娘，嫁进吴国是个好妻子。你受了无故为穷，为吾全都明白。万姑，你千万要听得字啊！爹爹，今夜上来人儿，谢天回我与我心酸痛，泪眼昏黄。夫妻俩情儿悲，听我说话。到此刻我怎能自已不莫名出去去作家，今我长江蒙古他，待我回心转以后，你把王姑接回家。吴官，快去！我们
小姐，当心着凉啊！快回往海洋去吧。小姐，你的孙子。小姐，买花三娘来了，你。行，雷三娘。行，拿。雷三娘，老你送花来了。哦，花钱请你。不用，这是赵司人大官人吩咐送来的。他说这小女李雷少夫人居住，叫三娘好生款待，一起从容不急。你只管问我要。多谢曹大官人，多谢三娘。小红，三公子有几天不来了？有7天不来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好呢？小红，来。小红，今天东门王员外以为雷雨已经续期了，让我替他女儿做媒。三娘，我可不做这种伤阴节的事，只怕夜长梦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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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愚公，你快来呀！你快来呀！死在深渊，经历万难，只觉得心跳频频。
天天要来，母亲是有所察觉，以身体多病为由，强迫我读书，不离作业。我哪里还读得进书？婉妹，我也是白天想你，夜梦抱你，无时无刻不牵挂上你。天青色的我花树，为求你能落小门，良心不渝长相守，一片苦心终须成。思从与君经三生有因，负他去。不料想父母面前终身还，身为儿媳存复仇。我要为了虚幻纷乱应酬王，要不为随风转痛本心头，我该跳了快声快语，原来呀该不跳，率真天心换一句。思从与君经离恨，三生有因负他去。我母亲爱子爱成全，你也为身躯泪长流。完美呀，却是有从容色寻美用美，再把身缘如果爱你啥事负了你，此生此世长恨本人，只怕举手秋天空等待，但是我倘问了你母亲也不回头。
月公，你还是放我回娘家去吧。完美，你断肠且望我曾。完美，朝廷以兵部上将之差索报被抓，把你父亲也调往杭州来了。我弟弟到杭州来了。我想借父王回文之命，疏通岳父同来，与我母亲以守着之情劝和。也好啊。那你什么时候走？小贼就等在楼下河边。月公，环妹，我害怕从此放手了。哎，我3、5天就回来吗？那你走吧。完美保重，我去了。文字也切，你快快收拾营帐，才为我回去吧。不，弟弟，如果刚去杭州，求你来劝和。叫他到福州，他为什么不来？那是他母亲不依。这个老不言教子无方，娘胎儿媳，真说是劝和。我今天要他赔罪。弟，如果与我情深意重，连我受屈，背母来亲。
居住于爹爹，杀死爹爹偏离虎心，不能生呢？夫妻重圆，再无一线希望了。爹爹，女儿求你再生来一些吧。可怜的女儿，好，我生来。爹爹，我一定生来。小姐，老夫人来了。舅弟来了，舅弟来了。小弟接过继父，还是您接公的。哦，官色，你在此养病啊？消瘦了，消瘦了。继父养病可在府上好啊。对，舅弟呀。唐罗通婚已两代，四角子情分拨开，几地情理生死海，正好结得万古回。开门见山好通关，早日府中一自在，既往不惧还情急。我轻送女儿上门来，你轻送女儿上门来，万古不离母子爱，祖传家规非儿戏，错犯子人才一才。你何不王家去查财？不孝公母不生儿，结果儿不生在，天子灵儿死传来。问过与何不也问？此事他必受家教教。长不同于娘，理解母子远避开，怂恿副官不走去，前人不听娘安排。他不走去，自度与母前程开。母儿自度楼早处死你女儿一手爱。哪怕你儿子委屈认真，我不喜欢。堂中君堂当副童子的切近，我怕家破出去。好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我说的。不许争吵！老爷，死里身家逃过水，母子在，万古在我一动。好，不叫老爷，慢，纵发岂能随意改？自卖城马前攀水，真是为自口！你竟把我女儿当作卖臣之妻！好，你今天胆管拍擦这本水，我斩断你娘家之路，永不忘！来，弟弟，舅弟，走，舅弟，舅弟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走。情
三公子，三公子，老夫人找你来了。三娘，这情这心还你交接完没？哎呦，我此事只有拜托你了。副官，副官，回去吧。回去，又要为我安排见证，又要我去等靠结婚。哎呀，我管他什么情亏，我只是要你母子贴心。你要去福州，就去吧。当初我苦苦哀求，你不让我去，司机倒让我去了。我不让你去，母子还能再贴心？我好恨呐！你很为娘不成？我恨我不忠不孝，我恨我不顾父母，我恨我走得太晚了。副官，母亲在上，孩儿百遍。三公子，副官，三公子，老夫人，难道他真的不要母亲？难道他再也不回来了？老夫人，三娘，啊，把死信拿出来，这拿出来。从远莫前方，待我3年，不怕他不回来。老夫人，这封信好送吗？可以送嘛？不过他写错了一个字，我来改一下。写出来的故事。老夫人，拿去。流翠
小红，曹大官人，你去好好照看夫人。是。过去也一人，残发留温馨。父亲负心事，终难去去。
相公，要不要买行花？相公，那三公子，刘三娘，三公子是你回来了。你还在买行花？是啊，一声话里话，从前我常为三公子送花呢。难忘啊！小楼夜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早买行花。对，我在小楼里常听少夫人念你的诗。三公子，我醉了。回来，三公子有啥吩咐啊？是你该请我回应。回应？什么回应啊？3年前托你送死信，为何从此杀人大哦，这封情书我去小红叫少夫人，不料她弟弟看了神，这是一封绝交书。三娘啊，三娘，我怎会投死绝交啊？我也实在想不通，你们好好一对夫妻，怎么会？三公子，想必你也知道，少夫人改嫁曹大官人了。刚才我接到曹大官人与少夫人预言来了。哎呀，少夫人来了！三公子，当年的事，你自己去问问少夫人啊！我醉了啊！三娘，三娘，三娘。师兄，四三兄，好久不见，今日宴会，世人也乃至有缘，请入于夫妇一礼，请君一起饮酒伺候，请便。
三公子，请用王等枚举。拿回去。三公子，这是小姐命我送来，你举下吧。莫非要我剥下他的喜酒？三公子，你可不要辜负了小姐的一片心呐！好个一片心，一片变了的心。三公子，那么你的心呢？我经史上写得明明白白，其生是虐，其心是虐。因为虐婿不为花尽，从愿有色待我3年。不对，分明是从愿有色待我8年。我明明要他待我3年，守成了8年。小红，快把雷三娘找来！不要走！三公子，我说实话，这封经书是你母亲拿去，请别给了一个错事。我想，你这个才子怎么也会写错事啊？不要生，三公子，我不要生，不要生了。早就看出改了一个事，从此前方，他已从父命改嫁了曹大官人。今日深缘相逢，小妾将情送还于你，
要与你永不相见，宁可使你怨他恨他，放弃他。三公子，小姐这身病，只怕难治了。三公子，小姐她千般痛苦，繁重伤心，都在这副剧中了。
孩子健康成长，呼吸到清新的空气，让世界感受到友善，还有微笑。创办一家好公司，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，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。我做的，你也能做。今天，我们这样爱过。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，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，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，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、交叉感染的风险。杜绝病从口入，使用公筷必不可少。朋友聚餐用公筷，在家用餐用公筷，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，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。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，是健康好习惯。文明用餐，您用公